来看台东的成功掠真侪飞蛾虎，过去8成拢是外销欧美哦，也毋过这几档订单是减少真侪。今年掠到1200外档，渔民是真烦恼，讲无路通销会白痴。渔会哦，佮甲这个飞蛾虎加工做鱼片，希望讲民众捧场。 成功镇新港渔港是国内龟头岛出产的主要渔港之一。渔会统计，今年到今已经掠到1200外公吨的龟头岛，比去年增加。因为过去外销欧美上行的时期，1公斤拍卖价会当卖到120块左右。不过，即马外销的订单减少，计销报到剩60到70块，出现卖不出去的情形。有关机关就呼吁爱拍开国内的通路，避免计销一直半。整个通路能够在国内行销，不要一直靠着外销。 到时候会像那个凤梨世家一样啊！新港区的渔会即马就利用冷冻的技术，把龟头岛洗好切片，真空冷冻，行销到全国各地，提供产业者甲民众买回去解冻了后，就当做上各种料理，食到上新的龟头岛。家庭主妇呢不一定，因为上下班不方便，不一定到市场去买菜，所以说可以到超市，然后我们有冰鲜冷冻，方便带回家就可以马上来料理的一个产品。 新港区的渔会表示，个人也当透过渔会网页来注文送到厝，帮助渔民解决龟头岛卖不出去的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